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过自搞验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风台马华慢慢接近台湾的东部外海，气象局暗算暗时8点半对东部海域还个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中国进前提出欢迎台湾做旅行团去中国观光，表发业者也希望趁后来进前开放。咱的观光表示讲，时间有伫咧讨论。嘉义市有一个已经过身医院的女性，一个朋友呢，伊是长期住伫咧研究室甲会馆20年，虽然人已经搬走，不过即马查敢有违法的部分。中度风台马华慢慢接近台湾的东部外海，气象局暗算伫暗时8点半左右咧，要对东部海峡还个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马华风台今仔日慢慢呢是转向北边了后，速度有变慢，无排除这海警的时间可能要拖到3天，可能是咧拜3、4的时阵上接近台湾。马华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长影一影陷入来台东富公渔港北环。下晡拄到打捞海影一过北环，引入来港区。迄阵真早就回港闪风，滨海公路往来车辆也看到大影正惊人。风台慢慢挖近东部海峡，长影搁较接拍入来。所以前一天伫宜兰前进湾海边失联的女学生，搜救任务搁较困难。海上无好，出动直升机来回敲碎，加速往到现场调集等待。目前马华风台离台湾差不多600公里，当地渐渐东北，速度愈来愈慢，降到每点钟5公里。虽然环境场不利继续发展，强度原来小可减弱，不过七级风暴风半径也是有300公里。暴风圈会吸到东部海域，气象局要伫29暗时发布马华风台海上风台警报。在后天到礼拜4，它北上的这个过程，因为它进入一个导引气流比较不明显的区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台风如果还有在比较偏西接近台湾，或者比较偏东远离台湾的话，对我们各地带来的雨势跟风势影响程度、强度上会有一些差异。气象局分析，马华上北了后，欠缺导引气流速度慢，两边偏煞角度会决定离台湾远远。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低，不过海上风台警报可能有3天。拜日开始，降雨热区伫东半部，尤其宜兰山区雨会上大。大台北地区嘛要注意强风甲阵雨。西半部的天气有较稳定，东部、西部两边风雨大细无共。这个台风呢，最主要迎风面都在东半部，那西半部呢就是属于背风面，甚至还有一些焚风或下沉气流，所以东半部呢非常的阴天，然后有阵雨，风浪非常的大。那西半部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很高温热浪，中午高温大概都有35、36度的机会。气象专家形容，这礼拜拢予马华风台影响，因为风台移动速度比以前搁较慢，会决定规礼拜的天气。一直到拜5了后，北方有比较明显的气流，风台有机会加速离开台湾东部，往Okinawa的方向过去。那做6月初2至初4安排去日本佚佗的民众，要注意航班资讯。记者综合报道。能源政策加创2024年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赖清德2八讲出核能经济使用，方认为是2025年非核家园政策要来登势啊。侯友宜表示讲，伊就早就知影讲这做袂到，所以伊核能就是伊的选项。伊也讲，若阵伊来做总统，一直甲这核安做好势，核废料也会处理妥当。即马行政院是有特别强调，讲这个非核家园的愿景是台湾共识，政府的立场将来就毋捌改变。2024总统大选焦点放在能源政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北到台大参加校园总统马拉松活动的时阵，被问到两环境中天然气无法度进口的时阵，如何应应能源问题？赖清德提出核能经济使用话题，也引起各界关注。民进党的2025非核家园路线是不是要放零呢？核三厂在2025年到这个运转的这个年限在这种状况之下，目前相关单位有在规划，已经这个停机的这一个核能机组维持一个可以未来紧急使用的这种情况以备不时之需。进前新建的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董祖贤主张重启核议核资，蔡总统伫7平7周年记者会回应，迄是个人看法，实际执行上有一定困难。不过隔8天，赖清德提出核能机组紧急使用，管体认为唔通只爱台积电，无爱核电，爱务实处理能源政策。面对核议核资，到底新北市侯友宜直接讲清楚。林镇长说了2025非核家园。我一直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一定会把
核安一定做好，核废料妥善的处理，核能就是我们的选项，在多元配比里面的一种。任何东西都是有代价，那你要发展高耗能产业，那你就要，那你不能说，我要台积电，我不要核电。我的态度呢，不要老是打高空。还有一点呢，要很务实跟老百姓讲。民进党团批评核能只有启用甲无启用无应急的方法。民进党政府出面说明，核三是不是应急，啊若无一切拢是空话。罗清德竞选办公室澄清，核电备用讲法是用极端外部状态所指出国安风险前建造背景来思考，呼吁在野党千万唔通斩头去尾。行政院是表示，恢复家园的环境是台湾共识，政府对这目标的立场从来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提出这停机的核能机组紧急运用讲法，针对这部分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这是牵涉到法规，也有社会爱有共识。有学者认为讲，这爱护这核液核质的这个机组，然后退休，而且摕到执照就会使。不过反对学者就批评讲，核废料就无法度解决啦，要搁再重新运作，这款的讲法是正含的。核能厂议题，搁一摆加做大家关心的焦点。副总统赖清德提出停机的核能机组紧急运用的讲法，引起民进党政府恢复家园路线是不是放量积极？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重点是社会爱有共识。怎么样来研议一个这个安全的使用机制？那当然也需要跟国会来进行沟通，取得社会的共识。目前核议已经展开除役作业，机组牢固核质通过除役计划，尤其使用过燃料棒储存是一个问题。核三是除役计划审查当中，核四是封存当中。不过，亲像德国因为俄乌战争技术人员欠缺，和核电厂延后除役。日本也为稳定能源供给，甲介绍这2年陆续中起停用核电厂，拢是特别案例。他应该先想办法让这4部机组先研议，取得执照之后，才有办法转为备用。进入除役的状况，突然说要继续使用，这也是蛮不可思议。核三厂现在也在进行第2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这面大家去注意这件事情。长期反核学者反对核电厂中起使用，环保团体也认为，亲像已经除役的核质厂，用用过燃料棒的水池早就不满，那应决定放嘞。光说用过燃料棒要退到水池，就已经无路可退了。用过燃料棒的那个水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放了。原能会并没有收到相关的案件，所以我们也不清楚相关的内容。对核电厂紧急运用，原能会无明确回应，不过伫二至9三度通过核安会组织法，将能源会即卖2级部会改制做核安会，相当是运安会3级独立机关，将理核资保防监督甲核资保安管制这业务。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3读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案，并定这新起的或者是起出来，或者是改建的这个建筑物，达到一定规模的，就要设某一个比例以上的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除非是日头光无够，才会当免证。将太阳能板一样一样摆伫厝尾顶，伫日头照射之下，就会当一日转变做电力，也阁会当节省电费，阁满足用电需求。立法院3读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案，增订建筑物的新建、增建还是改建达到一定规模，起造前应该设置一定装置用量以上的太阳光电发电设备。可以接受，对，因为那个这样子的大楼的话，可以用到节电。还是倾向于有公社，因为公社可能可以运动啊，或者是有游泳池，可能要有更多的宣导，让我们更了解跟太阳能板有关的相关知识，我们可能会列入考虑。伫全球节能减碳的趋势，主体正电未来会走向时行。劳厝改建协会就指出，包括用电率无悬，甲受光标准拢爱纳入考量。像北部的日照率无悬，中南部光照充足，较符合效益。也阁有太阳能板营造成本、维护成本相对悬的情况之下，那会当用这种例，也会当达到3赢。这个奖励的值呢，可以涵盖第一个建造成本的上涨，第二个是也可以提供将来呢设置光电板之后呢，它的所需要的这个维修的成本。大建案来讲，它可能设置一定比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有一些空地可以让民众来晒晒太阳啊，或者活动啊。
事实上，伫中央通过这个修正案进前，地方自治条例奖励建物厝顶装供电早已经做几啊年啊，包括湘北市、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市，拢已经将建物设置再生能源的要求，也是奖励补助入法。民间团体认为，目前全球碳排放量大约40%来自建筑，中央应该赶紧对着脚步。会鼓励是以大建筑的屋顶为优先，那还有刚刚新建的公共建筑的屋顶，那可能小屋顶的话，那因为考量到大家的负担，可以稍微缓一点。团团表示，2009年加拿大多伦多立法要求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尺的新建物，拢要利用一定比例的厝顶空间进行绿化，装太阳光电等。另外，像德国柏林、法国、日本、大家等，也陆续定出特定种类建物需要安装一定比例的太阳能设备的法案。主法草案应该量早提出，才会当达成能源转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建筑物顶头装设太阳能的发电设备，事实上，高雄伫咧101年自治条例内面，就要求建筑物就爱设绿电。目前，敢若公家机关就超过500搭有设置太阳能的供电棒，也因为按这个太阳能供电棒了后，才发生漏水或者是落来意外，就专家建议讲爱修法，甲这施工品质也可维护列入去整体考量。球场的厝顶铺满太阳能板，面积超过3700平方公尺。全台湾头一座光电球场，伫民国107年起伫高雄凤山国中，由光电业者负担1000多万的兴建费用，搁伫以后每个月支付租金甲1%的回馈，为校校生大笔经费，也互师生有更较舒适的拍球环境。这个租金大概将近4万块嘛，那屋顶的大概每年可以收入大概2万多块。我们也没有钱去盖停车场。那老师也一直有这个需求，那所以说用光电球场来去盖完。立法院293度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案，未来符合条件的公司有建筑爱设太阳光电设备，其中大部分时间出大日的高雄脚步领先。101年就定立建筑自治条例，要求建筑设置绿电，辖区内包含333间学校，有超过500个机关单位拢有设太阳光电。以6年1.25 吉瓦的目标来努力，那么以今年的目标是200 MW， 那么去年也是，那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持续来推动。为了达到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各县市积极配合设置绿电，不过进前各地拢爱发生太阳能板因为设置不当落来也是漏水的意外事故。专家认为，若做要强制规定设置，应该爱把施工维护品质这的风险纳入整体考虑。它的施作品质跟它本身的品质跟固定连接的品质都很重要，而且它的耐久性也很重要。没有的话，以后可能铁件锈蚀或太阳能板的品质瑕疵，那大台风来的时候，或许就是会造成一些危害跟风险。除了专家，原来有学校方面认为，最近2年光电利润哪来哪降低，烦恼找无配合厂商，也呼吁政府会当明定购买甲施工等配套规范，以利后续监督厂商维护环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进前有提出欢迎台湾组织旅行团去中国观光，两岸旅游者也拢真期待，希望谈好偌时阵呢会当赶紧来开放。但是观光局表示讲，时间无限定当时，当然是希望愈紧愈好，也强调有伫讨论，只是这内容无方便公开。疫情进前，两岸观光旅游出入境人次占出入境总额1/3，两岸航线占航空公司营收约5成。疫情了后，又宣布开放组团来往，针对中国政治展出开放旅行业经营台湾观光客组团前往基地，严格咱国去中国的进境预案无解读，双方协商到底安怎？观光局表示已经在讨论相关的课题，也都在评估讨论中。好，评估的确是有在讨论。好，那内容部分大概也容我们先做一个保留了，时间是还没确定了，还没确定，但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今时我伫晓热旅游大会进前，开放双边旅行团来往，观光局讲无适限，愈近愈好。只是旅游业者私底下讲，拄着前几年道省双边组团禁令解除，会有偌济旅客来往，也有真大变数。那疫情了后，第一个晓热旅游大会，乒乓协会也公布合理团价范围。美加线因为航班无开放到疫情进前，其为派定10天，美东团费累计销大约落伫11至13万之间。欧洲团费也比疫情进前平均起3成。因从上海去的日本团费比疫情进前的晓热也起3成以上。甚至有些饭店的涨幅30%是到处都是，那50%的也不意外。
这个是因为日本呢本身它的汇率呢太低，他们国家基本上都是靠进口，所以呢所有的物价呢基本上都是飞涨。旅游纠纷最大宗的就是票券类认知的不同啊，机票的退改，还有整个那个疫后的旅游环境啊，整个都改变了。偏颇协会提醒，疫情了后，航空公司改票规定较严格，旅游纠纷也较侪。大月安排出国爱提前规划，提早到机场。疫情了后，各个观光成本起，也爱有心理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伫嘉义市有一个妓院已经过身，不过伊有一位女性的朋友，却一直住伫妓院研究设计会馆，这时间一住就是住20年。虽然议会强调水电钱来办瓜有该偷倒转来，人也搬走啊，不过检方即马是要查，看敢有违法侵占的情形无。议员都来这边，都来。规定先看到小型办公室，另外一边是房间规空间有2套卫浴设备，是嘉义市议会议员研究室，提供予议员休困也是参详议事。不过好像就有研究室，予人登记占用。那其实我们那时候议会就有通知我们，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就是做公务上的使用。无书，无钱就袂晓无外口用房间嘞。有议员讲，使用前议会就通知敢来当用伫公务袂使住。议会是讲4月中职工登记占用的时阵，这个查某囡仔已经予人追讨不当使用费64000，人已经搬走。赵姓退休员工目前已经没有在住在这边，拍到是他有在议会出入，但是他没有在居住在这里。查某囡仔身份好亲像都是嘉义市已故议员黄正南的朋友。黄正南的查某囝黄路辉目前是现任嘉义市议员。推测查某囡仔大的期间，为黄正南担任议员期间，一直到黄路辉上任，是不是有牵涉到不法？嘉义地检署已经分他日案调查。之前，本署因并未接获检举或者申告，故无相关案件。自该报道之后，本署业于日前签分他案侦办中。面对这个黄路辉拒绝受访，不过顶个月捌出面回应，所有指控拢是无影无迹，无占用研究室，嘛无不当得利，也怀疑是因为党内立委初选的选举温婉，互人乌白无实在指控。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宜兰县议员黄如琪进前伫咧议会针对消防员防性骚扰案件，讲出一寡性别歧视的言论。今日时代力量宣布，要发起罢免黄玉琪的联署。民进党团也批评讲，这国民党根本就无伫咧重视性别平权。为着互看者，就要休困偌久？会安尼讲的？我嘛来互看者，有当休困无？第一县议会质询，针对受到性骚扰的女消防员的代志，伊讲因为互看一个，就会当休困真久。那安尼，我若互看，敢会当休困咧？讲出这个歧视的言论，宜兰县议员黄玉琪因为要求民进党女性的议员，甲声援受到性骚扰的女消防员的标语摕落来。最近小连刷去王标出伫咧县议会质询的时阵，伊的发言一直歧视女性。时代力量29决定要发动罢免。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正式发起罢免黄玉仪的行动，来下架这样一位不适任的议员哦。平权教育不能等，县府消防局说清楚讲明白。大社会边权教育袂当搁等啊，要求县府消防局讲互清楚。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是大力谴责黄玉琪，讲伊有语言的歧视。嘛，这个宜兰县长林祖苗针对议员有争议的发言是拢放外挂，完全看无国民党对性别平权的重视。因为黄玉琪的罢免案，第一阶段需要400份的人数，才当进入第2阶段的听书，而且爱等到年底，黄玉琪的任期满1年，才当上选委会来提案。消防员的这个事情，县府当然有依程序在处理中。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党他们都没有议会都没有跟我们党部联系。是，那我们党部只有不晓得这个来闹怎样来，不晓得。针对性骚扰的案件，县府讲拢有按程序处理，而且嘛有甲当事人直接，看敢会当互这件有争议的代志顺利结束。国民党宜兰县党部针对时代力量要对党籍议员提出罢免案，因讲对这个案件，因是唔知头唔知尾，嘛袂介入。因人黄玉琪敢若发声明讲，那是因为伊的发言造成相关人员的困扰甲无爽快。伊愿意回失礼，针对时代力量发起的罢免案，伊愿意坐落来沟通。不过时代力量也是质疑讲，黄玉琪公开讲正口倒写，今嘛阁想要甲代志扫掉，所以因会继续罢免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
伫台中有一个警察5月初因为服装异样的问题，互伊的长官纠正，想袂到这个警察无欢喜，就起骹动手拍伊的顶司，就要去互记告调职处分。这个案件也引起大家伫咧关注，这基层警察因心态健康的问题。 伫面车顶头常常分享武术的动作，台中一个有武术背景姓涂的警察，5月初一值班的时阵穿高高的警察用外套，因为警察局已经公告4月28开始就要穿底衣，以后督察组姓肖的警察官纠正了后，煞起骹动手甲人拍，分局甲记一个代告调职，而且佫送去台中地检署侦办。以徒手的方式殴打我们的督导干部，造成这个干部脸颊轻微的擦挫伤。 眼镜也有受损的状况，予以记一大过，调整服务地区。那另外涉及刑事毁损、伤害还有妨碍公务的部分，我们另外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第4分局表示，姓涂的警察做6当外，常常行为失常。伊讲家己精神状况无好，有就医的记录。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常务理事施家成认为讲，警察界长期放目基层警察的心理状态，咨商的时更较有歹听话传出来，所以有需求的警察颠倒唔敢出声。很多人会怕去做心理咨商，然后就被认定是那种有问题的员警，长官会把那个员警从 原单位调动至警备队或者是其他的职位，他会有同事啊、长官啊一些异样的眼光，那个也会造成当事人其他的压力。最近包括桃园超商拍警察的案件，警察伫压制嫌犯了后，佫摕棍仔甲拍，互人积极执法上超过。所来中华佫发生警察伫休困的时阵塞车甲人逼，互人并车受伤。专家表示，勤务过重也佫有长期疲劳，拢有可能互警察伫压力事件的判断失去准则。医师建议，警察局应该爱伫警察出勤进前进行身心状态的评估，若准状态无好，应该爱调整因的勤务，也是互伊休困，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最后，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土耳其离被进行第2轮的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做20年啊，想袂到这回佫再顺利连任，摕到52%的票数，会当佫再做5年，做到2028年。那反对党候选人吉里达欧鲁表示，伊会继续为民主奋斗，也强调这是一场无公平选择。 超过32万支持民众热烈的欢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其后28暗时伫安卡拉的总统府前发表胜选感言，呼吁团结。Milli hedeflerimiz, milli hayallerimiz etrafında birleşme, bütünleşme vaktidir. 土耳其2举行第2轮总统大选，根据开出超过99%的选票，已经统治土耳其20年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摕到52%，超过一半的选票，顺利得到第3任期，会阁统治土国5年，一直到西元2028年。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俄国总统普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些全球重要领导人，也甲欧盟、北约这些组织，拢已经发出贺电。69岁埃尔多安也强调稳定通货膨胀、补助弱势，这是连任了后首要的施政目标。 Onunla yola devam edeceğiz ve güçlü bir ekonomi yönetimini bu iki kavramın üzerine kuracağız. 若是成功甲大选逼入第2轮的反对党候选人基里达欧鲁，虽然这届得到真济的在野党联合支持集中选票，不过得票率仅48%，也是输予埃尔多安超过220万票以上，无法度平盘。74岁基里达欧鲁2月表示，这是一场真无公平的选举。执政党动用国家资源甲打压，不过伊会持续为土国真正民主而战。 Ülkemize gerçek anlamda demokrasi gelinceye kadar bu mücadelenin öncüsü olmayı sürdüreceğiz. 土耳其虽然伫俄乌战争发生了后，扮演互乌克兰粮食为乌海出口的协调角色，不过嘛是北约成员国内底立场亲中俄的国家。国家埃尔多安高压统治的风格，拢引起未少的议论。另外，土国2月发生大地震，造成几多万人死亡，国家44%超高物价通货膨胀，也引起真侪民怨。埃尔多安这届惊险连任成功，不过已经流失真侪选票。虽然选后一直话团结，不过规个土国实际上已经严重分裂。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乌克兰礼拜指控讲，这罗西亚军队发射要到60台无人机攻击基辅，虽然因拢有甲伊击落来，不过也受一个民众不幸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这寡无人机拢是伊朗制造的，对即马开始会对伊朗实行制裁。也若罗西亚政府是无针对攻击来发表谈话。乌克兰首都基辅礼拜日半暝个响起空袭警报，天顶有闪光甲爆炸的声音。乌军最近动作正济，自别个发动大规模空袭，派出数十架无人机攻击首都基辅甲其他地区。时间点就伫基辅建设纪念日这一天。Сьогодні наша держава пройшла через одну із найбільши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атак шахедами одночасно. 54 дрони. Майже всі вони збиті. 乌克兰军方了后指出，乌军发射无人机有59架，攻击时间5点外钟。乌军拍落58架手术风扇，不过依然有一个男性不幸互落来碎片去攻掉死亡。空袭地区附近的居民讲到，迄时阵情形依然是真青惊。Я ж кажу, я живу в дев'ятиэтажці, то в 17-му номері. І от коли сьогодні почалась тривога в 7 хвилин на другу, я вже і не спав. І це вперше їх сьогодні почув, я їх ніколи не чув. 这是5月以来乌军第14摆攻击基辅，因为乌军用的无人机大部分是伊朗制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向国会提出议案，要对伊朗实施50年的制裁，包含全面禁止甲伊朗贸易等。伊朗反驳表示，因的无人机是在俄乌战争以前提供予俄罗斯，却被西方媒体炒作放大。莫斯科当局暂时无针对上新的攻击行动发表公会，公司新闻期欢迎评价。南美洲国家智利顶礼拜六举办一场真特别的演习会，就是 LGBTQ 民众来学泰拳保护家己。活动的主办单位是泰国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主办单位表示讲，伫个智利这个所在呢，这 LGBTQ 族群因为社会无够开化，常常被欺负，希望会当学一寡呢护身的拳套来保护家己。被攻击女性用手动来了后，用手后敲攻击，用脚踏成功动来攻击人。边个学员是看甲目睭白脸等。南美洲国家智利支持举行一场真特别演习会，主题就是如何用泰拳来防身。学生拢是性别多元 LGBTQ 的族群。办这场泰拳防身演习会，就是泰国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卡马拉纳云，伊表示家己有一个同志朋友伫智利因为性倾向互人攻击，好加在这同志朋友本身有一寡泰拳才逃过一劫。伊就请泰拳教练免费教当地 LGBTQ 族群如何用泰拳来自保，结果报名人是真多，本来只要收20人，有150人要来，最后开放予50人参加。En mi opinión, a mí me da un poco de miedo andar en la calle así como en la noche o cosas así, porque puede pasar cualquier cosa y es súper bueno que integren esto a personas LGBT sobre todo porque es lo que más lo necesitan. Sí, por ejemplo, con mi pareja nos han intentado asaltar y todo, entonces igual es difícil así como... Es mejor tener algo con lo que recibir ese momento. 教练不止教学生用体重保护面部来防护，也敢用手后敲甲脚踏虎针对人体较脆弱的位置，比如颔骨、鼻仔骨、生殖器、大腿这部位反击，然后真紧逃走。学生拢感觉受益真多。智利社会对 LGBTQ 族群无友善，去年就发生6件受婚谋杀案件，针对身体甲经济所涉的犯罪，各有10多件。公司新闻期欢迎评价。回答执行长黄仁勋27日伫咧台大毕业典礼演讲尔，投资诈骗广告虽利用伊的名义伫咧甲人骗。刑事局接到通报了后，联络面册某公司Meta，甲一寡假广告提掉。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对抗诈骗就亲像对抗疫情共款，爱甲源头切断，而且民众也爱有知觉。And with humility, asking for help.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而且才伫台大毕业典礼演讲，随即就出现借用黄仁勋名义的诈骗广告，表示设立一个会当免费交易的投资探知群组，显示诈骗集团得到实事，骗信任度。行政院长陈建仁日告出席打诈行动公领研讨会特别公告，打诈骗爱像红药同款，也爱做无风险。他礼拜六演讲，礼拜天就有这一个投资诈骗在网络上登出来。我们昨天就马上请他下架。我们讲到防疫的时候，一定要打预防针，所以我们首先防诈也要打预防针。刑事局协报了后，紧急联系面册公司Meta，披露假名黄仁勋的美妆团甲假投资网页，也被对查对大文者救济，也毋过就算安尼，也是定传出民众落入诈骗陷阱。你为了这个账户被通报警示账户。听到要汇款的对象是警示口罩，民众才警觉，差一点受骗。今日台北市港墘派出所接到银行通报，有民众要向身份的指定投顾口罩汇款，好甲在行员甲警员联手阻止诈骗。民众欲汇款给投顾公司，在警方及行员劝说之下，民众依旧深信不疑，并认为警方与行员都在演戏。直至警方查证该账户为警示账户后，才恍然大悟，误信诈骗陷阱。诈欺案件也已经成为台湾的全民公敌，到社会、到教育、到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认识诈骗是怎么一回事。防止诈骗，政府除了加强宣导，变成诈骗手法，行政院打诈专职办公室31也开始运作，未来会统合20个部会，集中打诈力量，杜绝诈骗。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出事的飞达创办人黄仁勋身价超过新台票1条。拜六，伊伫咧台大毕业典礼演讲，今仔日受到台北国际电脑展的邀请，进行专题演讲，也发表客制化生成 AI 模型。伊表示讲，人工智慧会当改变真侪代志。大家好。用华语大话头，甲台下的观众小酒问，飞达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伊穿伊招牌披衫去台北国际电脑展演讲，伊讲这是这4年来头一届现场直播演说。所落来伫台顶提出飞达上新推出的显示卡、甲电竞笔记型电脑。伊强调功能毋但是比目前上届观看 PS 系列更较强，动量嘛真轻。We send text in. AI says, okay, this music. Okay, here this one. I am here at Computext.I will make you like me best. Sing it with me. I really like NVIDIA. Okay, play it. I am here at Computex. I will make you like me best. Yeah, sing it with me. I really like NVIDIA.黄仁勋嘛伫台顶正式发表形成客制化游戏角色 AI 模型 NVIDIA ACE for Games， 这是一种语音开讲的机器人，甲动画基础模型。伫电视的影片内底，游戏的角色会当理解用互讲的话甲互动。伊讲 AI 会是未来游戏内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Using the sound that you will be generating with your voice, animate the face, and using the sound and the expression that you're saying.Animate your gestures. All of this is completely trained by AI. 伊讲经过10年的研发 ，NVIDIA 推出 RTX 系列的显示卡，或者是运算变做可能，而且带入主流市场。因为 AI 和每一件代志看起来拢无共款啊。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办恶条款，颁发到乌西洗钱、证据毒品的人，这4人拢是袂当搁再参选的。除了民进党的陈志忠是无都参选，已经放提名要出来选的国民党立委林文水也会受到影响。去年拄当选的金门县长陈福海也捌受人乌西放判刑，无都竞选连任。法律界就有人认为讲，这个条文才有可能违背人民受宪法保障的参政权。立法院2日三读通过选罢法修正案，明定触犯乌金庆度等罪，终身袂使参选。已经得到国民党提名参选云林第1选区的现任部分区立委林文水，29号伫面册宣布，20年前捌乌西互法院宣判完刑，宣布退选。我当然会支持国民党提名的最强的人选啊，全力来辅选啊，
让绿地变蓝天了。同款受到影响的，还有金门县长陈福海，较早捌因为互人乌西判10个月，所以无法度争取连任。面对这样新公布的法令，陈福海表示，也是尽全力做好该做的代志。不过拜乌条款虽然通过，目前乌金倡导甲国安3法反渗透等法未当登记为候选人。不过法界人士认为，条文牵涉到人民受宪法保障的参政权，恐惊有遗漏。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说这个犯行的轻重。你就直接预设了这个受刑人或者这个被告他有罪判决确定，那他将来就有可能会利用职位来这个实施犯罪。江英雄表示，限制人民参政权应该要有客观合理的依据。咱国伫宪法内底有剥夺公权的规定，即马佫另外立法限制人民参政权，等有跳过法官的信任，佫加剥夺公权会当期满复权。重新剥夺参政权伫法规体系一贯性，恐惊有遗漏。一旦提起改写宪法，也是有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加强后备战力，有立委提案，讲这替代役男服役期满了后，甲调训对本地1工就要延长到4工至5工。按算逐年要调训1万名备役的役男，也会增加处罚。若像故意要闪开这调训，就要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军增强后备战力，加强退伍军人教育训练，替代役服役期满了后，加做备役役男，由演训召集训练，加做防救灾甲动员认定。不过接受人数、天数一直互人质疑。根据疫政署送交立法院报告，立委已经提案修法，备役役男演训接受天数为1工增加做4到5工。毕竟替代役的训练、新训只是基本的一些训练而已。我是觉得可以去修改一下，看能不能配合国军、结合国防部一起去做一些演训的内容。我希望知道在战争时候我可以做点什么。只要教招能够确保他的课程内容是在这个方向的，觉得我自己会乐见其成。有人较关心训练内容，后备军人薪资高调，甲要修法的替代役备役役男演训召集比起来，薪资高调14工，替代役调训4到5工。今年按算22000人接受14工的高调，替代役调训拍算每年调训1万人，希望提升战备能量。要立法提案修法，未来备役役男，若报告无参加，或者是想要避免调训，恐惊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9万块以下罚金。是因为没有法则，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替代役备役时候的演训，并不是那么的认真的投入，甚至轻忽它。故意性的我觉得有相对的一些法则的条款，我觉得这个都是在立法的这个基础态度上面是可以趋于一致的，也不需要造成不公平的一些想法。立委认为，不管是双备役或者是替代役，拢有投入高调调训的责任。甲后备军人无故无参加高调，可能面临刑罚比起来，替代役备役役男若故意无参加高调，所无法则弹劾，应该爱拢共款。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压悬，这中重症个案也对咧增加，大病院通报的数量变多。不过，即马传出讲，真侪大病院的这个感染管控师，因为无法度负担工课量，才有可能被离职。是因为本地用电子通报系统，即马拢改登去抓本通报，搁爱伫咧24点钟内完成通报。疾管署强调讲，已经提出改善方案，通报时间放零到72点钟，按算6月7日实行。新冠第4波疫情搁起来，平均每天大约有2万多人确诊。根据通报新制规定，只有确诊并发重重症患者才需要通报隔离。也毋过，煞引起基层感染控管师的不满，因为指挥中心改变了后，通报作业为电子开单回归抓本，毋但增加业务量，也反而有病毒传播的记录。有些医院可能感控控管室只有1-2位，那工作量都非常的大，那可能上班后可能都会到晚上9点10点这样子某些纸本，假如是进到隔离病室里面给确诊病人或他的家属签署，再回出来的话，那这个纸其实可能是有潜在污染的风险。依照规定，医师若有确诊，佮需要隔离患者，要由监管师请主治医师写隔离治疗建议单，佮由监管师以电子邮件寄到卫生局，等回函了后，佮以纸本送去个案一家受签收。规流程需要伫24点钟来完成。若无会以传染病防治法规范，目前已经有部分监管师，包括大病院，因为超出工作负担量，出现离职潮外界烦恼，恐惊会加做新的防疫规矩。放宽通报
时效跟开单时效有24小时放宽为72小时这个作业，预计大概在星期4 6月1号应该就可以来公布实施。机关署强调，指挥中心改变了后，原先电子开单系统已经去任务化。若要搁延续，爱研议定数甲运作经费来源，目前当研议改善方案，以减轻病院行政负担。另外，新冠肺炎并发症，敢是会当比较流感，无需要强制开隔离通知书，有计6月初专家会议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彰化分园有一个所在，当地民众种50丛的白鸡油，吸引真侪鹿角牛仔来遮生炭。那见摆到生炭期，就真侪人来遮偷掠。警方要设一个巡逻箱，不时来巡。有学者建议讲，会当举办生态课程，教民众改变破坏生态观念。白蜡树顶悬歇几落只鹿角龟自在伫耍。彰化分园乡这位山区，10年前有民众种50丛白蜡树，结果愈来愈侪鹿角龟伫遮生炭。即马却传出有人掠来饲，转卖破坏生态。算要大家欣赏的，让偷掠等于无意思啊。不要啦，就是让大家来欣赏一下甲虫的生活生态啊，不要用偷的啦。有民众伫现场装设监视器封测，立即发现有人偷掠倒出来可坑。彰化警分局鞍山派出所伫遮装设巡逻箱，警民共同守护鹿角龟。生物科学家认为，鹿角龟是指标性的生物，代表当地有完整的生态系。建议用社区营造的方式打造生态课程，带游客行蛙来看，用教育改变观念。因为独角仙它是一个指标，就是说它如果有的话，就是代表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社区就是可以发展他们的特色，因为他们的这个课程就可以让游客来，不是只有看看然后抓一抓就走，比如说他们可能还要参与他们的活动，那他们就会更努力的去保护独角仙，这样才会有良性的互动。鹿角龟生命差不多1年，生产敢若2礼拜左右。当年5月过了后会大量生炭，因为这个山区是完全开放的，当地民众是讲介意都唔通家掠，呼吁各界都爱维护甲大自然共存，唔通为着私利造成生态无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阿里山地区的春仔地今年受到可旱也有低温的影响，产季比用过慢1-2礼拜，总产量也比去年减少3成，所以一寡地农的地摕出来比赛了后，随袂了了。民众在2档位头前，等要啉今年大阿里山地区的春茶，但是今年参加的地农比旧年搁较少。地农讲，因为减产的关系，所以春茶是大家抢要买。气候的关系啊，所以今年大部分像我们阿里山这边的茶区，茶农大部分都会减30%以上啊，所以今年的比赛茶的点数比较少一点。可是今年的买气非常的强烈，你看后面的摊位，其实今年的很多人不是没来，是因为茶都卖完了。起先是有感觉到说会怕买不到，因为今年的雨量比较少啊，是会这样子啊，但是感觉到很满意，有买到。地农表示，以前要来茶店摆摊拢爱抢位，今年比赛送件的茶减少3成左右，成绩出来了后，唔那民众会买，当会嘛会向地农买调种的茶，所以茶才会好价搁抢市。今年的茶不错啦，但是产量比较少。虽然产量有较少，品质较好，卖气嘛较强，平均一斤茶大卖拢加50-100块左右安尼。梅山农会指出，因过举办茶展的时阵，惊单位无够引起争议，所以拢会退有调种的茶农楼。今年因为减产，产生真侪空单位的状况，实在是料想袂到。记者林伟平嘉义报道。有360年历史的市定古迹丹德祠堂，说有一个画庙比赛赴丹玉峰一件画门神的作品。丹德祠堂已经把这个作品捐予台南市政府文资处，最近也登了展览，而且有300多位修复师做伙联署，希望这对门神就要赶紧指定做古物进行保存。文资处表示讲，已经启动一般古物审查程序了。两吨门神踩伫咧大厅，敢若是无形的保全共款。只是门神照看头，这是国宝大师陈玉峰所画作品，正正红漆红漆放伫咧库房，一直到丹德祠堂整修，才互发现红漆内底有贴不明的古漆。经过鉴定了后，门神才互看到。这个过程佮找到60当前经过收据，证明讲是陈玉峰画。
找到这个证据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开始跑这个谷物的流程。那也希望就是谷物的流程可以赶快尽速的通过，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的宝贝。经过了解，陈玉峰为门神献出时全国村9件，其中4件伫咧府城，为了要保存这4珍贵的门神，单日自长将门神关予淡市文资处。另外，300外位的修复师发起联署，帮赶紧通过古物审议，甲文物好好保存。伊用安尼做了，变做无经过古物委员去审查，啊，甲监督的情况下去修整理吼，安尼就会失去变做讲伊原本陈玉峰这座门神的上好的所在。讨论的结果啊，是认为这部分它具有一个文化资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会做与列册追踪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文资处表示，按算上紧伫咧6月份安排审查委员会勘，这个门神特典会展示到6月25，请大家来看卖，会使更加了解老门神的用料甲技术。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第76届坎城影展前几天结束，台湾这届有一个记录独成疗养院的纪录片《大风之岛》，伫坎城电影市场展当中摕到上大奖，也就是1万块欧元的现金奖。导演邝雅婷就讲，伊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空景，也当看到这原来时代因的生命故事。Island of the Wind。代表台湾参加法国坎城电影市场展纪录片单元提案竞赛《大风之岛》，第30几个国际竞争者中，摕到大奖1万块欧元现金奖。Filmmaking is a very, very lonely trip, and as you know that you were fighting alone. And you're fighting with your protagonist for such a long time. All the struggles you are dealing with. 大风之岛讲的是台湾乐生疗养院的事件，这个搬上国际舞台，除了引起讨论，嘛互外界看到导演邝雅婷用20档时间无放弃的拍片精神。邝雅婷讲，伊自大学时期接触乐生基地，才知影原来新北过去有一种怪麻风病人的所在。迄当时感觉真意外，嘛开始参加相关活动，抗争记录影像。中间虽然有中断，但继续咧做。大风之岛其实就是咧讲原来迄寡时代的生命历程，安怎抵抗逼迁，安怎有尊严咧活咧，互大家看到因的勇敢，甲展开绿色者的一面。But it means so much for the patients because they never been seen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en you see them, you hear their voice through cinema. That's so powerful. 邝雅婷讲，伊真感谢评审团会摕到大奖，真正有淡薄意外，但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对未来影片的制作嘛有真大的帮助。大风之岛有个今年底完成，片长大约2点钟，记录基站运动之外，嘛希望时代得到应该有的尊重。记者陈雅文、刘玉水综合报道。来看越南的下龙湾，这风景实在是真水，只是讲这塑胶污染也真严重。越南政府的清洁团队，逐工拢派人伫遐高粪扫。清洁人员用希望连续过去大地玻璃龙铺标，塑胶饮料罐也是常常看到粪扫。越南东北部有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景色真水，不过海面上总有愈来愈多塑胶粪扫。vất vả nhiều, chung là gấp bao nhiêu lần mỗi ngày thường cơ, mỗi lúc cơ, đến là chắc phải đến 2 tháng, hơn 2 tháng ấy chứ, nhiều rác đấy, làm cũng tương đối vất vả, thấy là mệt mỏi lắm đấy, bởi vì hớt cả ngày không có cơ ngơi. 这阵啊，出前辈清洁人员讲，因逐工说下龙湾爱走5到7桩，粪扫坐甲顾未了。过去2个月，高算已经过1万立方公尺粪扫，连将4个奥运游泳池填满，岸边屯干那山的粪扫，甲石林岛树正做真口色对比，连游客拢看袂落去。 Yeah, and it makes me sad when I see it. So normally you would talk about, wow, look at the view, look at the fishing villages,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 you have to talk about the trash. So oh God, look at the bins, look at the plastic bottles and things in the sea. 下龍灣舊年吸引700萬遊客，今年當局希望達到850萬人次的目標。不過，這幾年致力發展觀光經濟，致使都市過度擴張，和下龍灣面臨生態浩劫。
环保专家表示，原本伫遮酸雨种类有234种，目前只剩一半。好加在这几年来，政府下令核心区域禁止掠鱼，或10年无看到的海底阁慢慢转来。啊，毋过本座污染问题若无处理，恐惊会惊遭观光气。公视新闻张惠敏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7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3度到35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